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各位！喂，12月31號，今年嘅 countdown 你會喺邊咧？嗱，我咧就會喺三藩市知味軒啊，同大家見面啦！嗱，當晚咧載歌載舞、玩遊戲、派禮物，總之你諗到嘅都會嚟到你嘅。咁啊，12月31號知味軒，我到聽號約定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2026星光狂歡倒數夜，我哋特意請嚟亞洲香港先生杜廷浩為我哋表演，同樣亦都會請到有我哋灣區神派眾位歌星前面表演。當晚咧，我哋點樣有乜嘢精彩嘅節目？有請新美你哋為我哋介紹一下啊！好啦，當晚除咗請咗阿杜廷浩先生嚟做我哋嘅表演嘉賓之外咧，就仲有一個 game 嘅，有一個 game 咧就叫做隨機 K 歌大表拼。咁我哋玩法咪就喺24位歌手裏面咧，我哋會以一個抽籤嘅形式咧去分成 A、B、C 三隊嘅。三隊咧就每隊各人唱一首歌啦，唱一首歌咧，咁個評分標準咧就係用電子嘅分配機。就以現場嘅觀眾嘅掌聲啦、歡呼聲啦，最嘈最大聲嗰個咧就係贏啦。我始終嗰句都係要講下，就唔係我哋都係以遊戲方式嘅啫，遊戲嚟嘅啫，呢個就唔好認真。最緊要開心係嘛？係啦，最緊要大家唱得開心。咁就想各位中意唱歌嘅、中意表演嘅朋友咧，都嚟參與我哋呢個 party 嘅，齊嚟參加我哋呢個2026星光狂歡倒數夜，到時見。到時見。